你冇發覺最近身邊好多老街坊同熟客食完餐飯都搖晒頭，甚至寧願行多兩步去食兩飯或者茶餐廳。前陣子坊間仲傳出一個令人極之震撼嘅消息，呢間陪伴咗幾代香港人成長嘅快餐巨頭，竟然落大手筆狂裁近1000名員工。消息一出，真係震撼咗成個飲食界同全港街坊。不知大家近呢幾年有冇一種好強烈嘅感覺，就係價錢就一路加，但啲嘅菜份量就越縮越細，啲肉越切越薄，飯又俾得少。最慘嘅係連用料同煮出嚟嘅水準都出現咗斷崖式嘅下降。好多本身幫襯咗幾十年的老顧客，食完一次又一次咁失望，慢慢都選擇轉台，寧願去街坊茶餐廳，或者索性一到放假就北上深圳消費。今集我哋就嚟深度拆解一下，到底呢間擁有超過50年歷史嘅老牌快餐巨頭係點樣一步步落到今日咁嘅田地。講起呢間快餐巨頭，點可以唔提佢哋嘅靈魂，代表作焗豬扒飯。喺好多中年街坊嘅回憶入面，以前嘅豬扒飯，塊豬扒係先經過蒸香再煎，肉厚多汁，咬落去啖啖肉，再加上濃郁豐富嘅西紅柿汁，酸甜開胃，仲有一大堆配菜，食完一餐真係可以飽足大半日，嗰種質素絕對對得住一哥呢個名號。但今時今日，我哋睇到嘅係逐步縮減，甚至係變質嘅快餐化流水線產物。為了追求極致嘅出餐速度同埋壓縮成本，好多工序都被省去咗，冇咗以前慢火香煎嘅靈魂工序，直接影響嘅就係肉質同口感。近幾年不少食客投訴，塊豬扒由厚切變咗做薄切，甚至食落口感粗糙，西紅柿汁越來越稀，好似混咗好多水咁，半碟嘅蔬菜亦都越來越少，甚至有時得返幾粒孤零零嘅青豆同粟米。最令人難以接受嘅係呢份量縮水、質素下降嘅餐點，全部都跟住同一個甚至更貴嘅售價去賣。有內部消息指，公司喺完全冇名目嘅情況下，將好多原材料偷龍轉鳳，用平價嘅食材去取代以往優質嘅食材。喺百物騰貴、通脹加劇嘅今日，普羅大眾嘅人工增長本身就非常有限，生活成本已經壓到大家抖唔過氣。作為一間標榜平民快餐嘅食肆，本來就應該係同市民共度時間嘅避風港，但依家變相加價，俾市民嘅感覺就好似被人欺騙咗咁。你攞住大幾十蚊，甚至就快逼近100蚊嘅價錢，換嚟嘅卻係一份食唔飽、味道又差嘅頹飯，性價比完全輸晒。好多網民喺社交平台大吐苦水，話依家食完好似冇食過咁，一點都不值。當一個平民品牌連抵食呢個最基本嘅底線都守唔住，咁樣打下去肯定出事。究竟為什麼一間大公司會搞成咁？最深層嘅死因，亦係壓死駱駝嘅第一根稻草，就是管理層太過着重短期利潤，目光短淺。大家要知道，呢間快餐集團係一間上市公司，管理層每年每季都要向股東交出一份靚靚嘅業績報告。面對香港出名高昂嘅租金、節節上升嘅食材同人工成本，管理層唔願意去壓縮自己嘅利潤空間，亦唔肯體恤員工同顧客嘅處境。佢哋選擇咗最簡單粗暴嘅方法向內部開刀。有內部員工爆料，公司近呢幾年一直卡死分店嘅人工支出，嚴格規定人工成本唔可以超過店鋪營業額嘅2成。為了保住老闆同股東嘅豐厚利潤，基層員工就慘遭地獄式壓榨。一個員工一日分分鐘要做10個鐘頭以上，長期處於超時超負荷嘅工作狀態，人工微薄，但做到好似隻狗咁。試問有幾多人捱得住？新人做咗一段時間，受唔住就立即劈炮唔撈，導致長期人手嚴重不足。喺舊員工走咗，新人流失率極高嘅情況下，公司唔單止唔打算用高薪或者好福利去聘請舊人手，反而倒行逆施，大手筆裁減舊有嘅資深員工。佢哋嘅如意算盤係縮減開支，用最少嘅人手去維持一間店鋪嘅日常運作。但飲食業係一門講求勞動力同心思嘅行業，店鋪人手唔夠，廚房入面兵荒馬亂，煮出嚟嘅嘢自然就係粗製濫造，飯菜未熟透或者擺到涼咗就出餐，樓面人手唔夠，執台慢，衛生環境變差，員工做到個人燥底，對客嘅服務態度自然極之有限，顧客嘅用餐體驗越來越差，幫襯嘅人就越來越少，生意少了，公司為了保住利潤，又再進一步減少人手同縮減食材，就咁樣陷入咗一個無法自拔嘅惡性循環。第二個致命死因就是徹底低估咗市場環境嘅轉變，錯判形勢。近呢幾年，香港人北上消費已經由一種短暫嘅熱潮，演變成了每個週末嘅生活常態。為什麼？因為性價比實在差太遠啦。
當你喺香港嘅快餐店要忍受着逼狹嘅座位、污糟嘅台面、一般般嘅服務，仲要俾60-70蚊食一碟縮水快餐嘅時候，你只要搭1個鐘頭車上深圳，同樣嘅價錢，甚至更便宜嘅價錢，你已經可以在一間裝修漂亮嘅餐廳享受到大魚大肉、份量充足而且服務態度極佳嘅一餐。內地的餐飲業競爭極度內捲，無論係食材嘅大方程度、菜式嘅創新，還是對顧客嘅服務體驗，都是落足重本。相比之下，香港本地快餐店以往嗰種獨市生意，我煮乜你就食乜嘅傲慢經營模式，喺呢個大環境下劣勢表露無遺。以前交通冇咁方便，香港人冇得揀，大快活、大家樂呢啲快餐集團壟斷咗市場，市民唯有被逼着食。但依家交通四通八達，1小時生活圈成型，消費者用腳投票。同時，香港本地嘅平價茶餐廳、兩間飯店亦都越開越多，競爭異常激烈。呢間快餐巨頭唔單止唔跟住市場步伐去調整同提升自身競爭力，反而不退反進，不斷地縮減成本，結果可想而知。佢哋嘅核心客戶群被北上嘅餐飲業同本地其他高性價比食肆瘋狂搶奪，生意持續下滑。有數據指出，其半年利潤曾經出現大幅下跌，當連自己嘅大本營都失守，單靠節流又點可能長遠咁行落去呢？第3個死因就是前線人手流失導致嘅出品失控。一間餐廳好唔好吃，最關鍵嘅唔係冷冰冰嘅標準作業程序，而是有經驗嘅廚師同店員。公司為了省錢，裁走或者逼走了大量做了10幾20年的資深老員工。大家唔好小看呢群老臣子，一個有經驗嘅大廚，佢先至知道街坊嘅口味係點樣，佢懂得點樣控制火候，知道點樣將大鑊飯煮得好吃。依家換咗新員工，流動性又大，做幾個月就走，新人缺乏足夠嘅培訓，對煮食完全冇熱誠，純粹係當一份打雜工嚟做，求其煮熟就算。而且喺人手極度不足之下，根本兼顧唔到食物嘅溫度同質素。有時候食客拎到手嘅餐點，肉係冷的，飯係硬的，汁係隨便淋上去的。公司長期縮減人工，唔願意請足人手，繁忙事件排隊排到大排長龍，買完票又要等好耐都等唔到餐。食客嘅心理體驗一次又一次感受打擊，一次又一次嘅失望累積落嚟，大家自然就不想再幫襯。快餐業嘅核心係快同埋標準化嘅好味，但依家佢哋連呢兩樣都做唔到。老牌快餐巨頭就是因為呢種冷漠嘅管理，逐步脫離咗年輕人嘅視線，也徹底傷透咗一幫老街坊嘅心。面對呢種腹背受敵、陷入惡性循環嘅困境，集團管理層嘅應對方法係什麼呢？竟然唔係想辦法改善本地食物質素，而是簡單粗暴地裁員，關閉香港生意一般般嘅舊店、小店去縮減租金開支，然後將發展嘅重心大舉搬去內地大灣區，喺嗰邊大量開鋪。管理層似乎覺得香港市場已經飽和，成本太高，不如去內地賺真銀。但佢哋似乎忘記咗一個最根本嘅事實，香港先至係佢哋嘅家，係佢哋嘅根。呢個招牌之所以有價值，係因為背後有香港50幾年的本土文化同街坊情懷撐住。一旦本土嘅街坊全部都對你死心失望，你呢個金漆招牌嘅根基就會徹底鬆動。去到內地市場，面對着更加強大、更加懂得迎合消費者嘅內地餐飲巨頭，一個喺香港本土都搞唔定自己口碑嘅品牌，又有幾大的勝算呢？好多香港嘅老友記同街坊看到呢間老牌快餐店走到今天呢個局面，心入面都會覺得好唏噓。真係希望高高在上嘅管理層可以真正落鋪睇睇，聽下本地市民嘅真實聲音，睇下自己當年創業嘅初心去了哪裏。各位觀眾，不知道大家平時去食飯有冇發現呢幾年的變化呢？你又遇過什麼令你特別失望或者難忘嘅經歷？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下你哋嘅看法。